拍攝相片記錄珍貴一刻，如果將佢立體化，會帶嚟乜嘢效果呢？其實呢個叫 Photomo 啦，其實最初做係一個日本人，一個設計師做嘅。我就會中意可以喺唔同地方影埋嘅相，堆砌咗另一個空間出嚟咯。咁呢個就係你普通攝影做唔到嘅嘢咯。做一個 Photomo 只需要準備幾張相同嘅相、發泡膠條同埋雙面膠紙，剪拼貼貼，唔使1個鐘就大功告成。呢度可能做咗9層咁樣咯，呢個用2-3張就得噶啦。攝影藝術家 Wang 未來希望透過 Photomo 令相片變得比實際更加豐富，以此記錄香港文化地標。如果真係行香港嘅話，老店咧其實可能好零星，成條街可能先揾到1間啦。咁但係我又想住去香港唔同地方影唔同嘅老店，跟住但係將佢做成老店街度。譬如呢個係結志街啦，其實之前都有好多香港人去抗議，因為話會冇咗結志街。咁其實你會睇到香港人本身對結志街都有一個情意結啊。我相信都係一個一般嚟講，香港人都會有共鳴呢樣嘢。